大家嚟到蘇托，我係你嘅心靈清道夫。大家好啊！今日想同大家一齊探討點樣如何提升自己嘅生命頻率，點樣可以掌握到正面嘅溝通。最關鍵嘅一把鎖匙就係感受表達。首先，大家要知道，其實你嘅生命頻率都係由你自己去創造。我哋唔需要成為一個完美嘅聖人去包容一切，但係我哋需要往內尋找翻嗰個屬於自己嘅內在空間，唔好再因為瑣碎嘅事情或者一啲負能量拉低自己嘅頻率。你要專注喺極其寶貴嘅資產入邊，留翻俾自己以及你珍惜嘅人，勇敢做翻你自己，讓你嘅靈魂更加閃耀。呢個係你嘅使命。喺溝通中，我哋經常都會犯咗一個錯誤，就係想法代替了感受。當你講你每次都係咁，或者點解你成日都唔啱嘅，其實呢啲時候都係一啲批判嘅想法，會好容易造成對方受傷，或者令到對方嘅情緒去到一個爆發點，從而就會有衝突。真正嘅感受其實係純粹反映你感覺到嘅感覺，而呢個感覺係唔加任何嘅批判，同埋而呢個感覺係唔附帶任何嘅批評。喺我哋繁忙嘅生活當中，有時候亦都有好多人不停需要求你嘅幫忙，但係時間又會令你感到有壓力，所以亦都要學懂點樣喺一個舒適嘅情況下做好準備，避免俾自己太大壓力。面對有人邀請你幫忙嘅時候，你可以給自己嘅空間同時間，同對方講，我轉頭幫你望一望，然後再回覆你。呢個都係尊重你自己內在嘅需要，因為好多時嘢係做唔完，但係你亦都要學懂點樣去善用你嘅時間，去做好準備，去處理適當喺當下要做嘅事情。你日常亦都可以去做下一個感受嘅練習，每一日你都可以揀一個時間停落嚟，問下自己，呢一刻我感受到啲乜嘢，我內在嘅感覺究竟係乜嘢，嘗試去了解下自己感受當中帶來俾自己嘅感覺，係唔容易嘅，不過只要你有恒心，你一定可以做得到，相信自己。我哋嚟到呢個部分，我哋可以嘗試下做一個冥想練習。今日嘅冥想練習係叫做感受之河，感受下當中你自己內在嘅感覺究竟係啲乜嘢。而家可以揾一個舒服嘅位置坐低落嚟，將雙腳平放喺地下，感受下大地媽媽嘅支撐，感受大地媽媽一路都與你同在。將你嘅雙手慢慢鬆開，鬆下個膊頭，慢慢合上雙眼，然後做3個深呼吸。吸氣，將空氣中嘅養分帶入你嘅身體。呼氣，將唔需要再喺你身體入邊嘅能量呼出嚟。想象你內心而家有一條好靜嘅流水喺你前邊，河面上有好多落葉，每一片落葉都係代表咗一種感受。你見到有失望、煩躁、開心、興奮、焦慮，你可以望住呢啲葉慢慢隨波逐流，你唔需要去捉住佢，亦都唔需要排斥佢，你只係同自己講，呢啲所有嘅感受都係被允許，所有嘅感受都會過去。我而家坐喺呢度望住呢啲葉子，只係感受嘅見證者。大家可以俾幾分鐘自己慢慢靜落嚟，望住呢啲葉子慢慢漂流走，你會感覺到你嘅心中會慢慢鬆開。當葉子飄走咗嘅時候，你可以慢慢開始回到呢個當下，感受翻空氣中嘅流動，感受翻空氣中帶來俾你嘅養分。當你準備好嘅時候，可以慢慢睜開雙眼，鬆下你嘅手，鬆下你嘅腳，鬆下個膊頭，俾自己一個大大嘅擁抱同埋呼吸。喺日常嘅生活，當你感覺到有壓力同煩躁嘅時候，你都可以停落嚟問下自己，呢一刻感受到啲乜嘢。有時候亦都可以嘗試下呢一個冥想練習，讓自己回到當下，
表達感受唔係同人哋嗌交，而係溫柔地點樣展現你內心真正想同對方彼此嘅連結，同埋你內在嘅連結。學習善用感受嘅表達，能夠幫助我哋與身邊嘅人都能夠建立健康嘅關係。鼓勵嘗試表達感受，能夠突破內心嘅障礙。下一集我哋會分享最後一把鎖匙，就係聆聽對方。希望大家都好好善用呢幾日嘅時間去做下呢個練習。我哋下一集再見。多謝大家收聽 Soul Talk，我係你嘅心靈清道夫，拜拜。